呢張卡價值40萬，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盲盒熱潮，唔係 Pop Mart Labubu，而係火爆80、90後嘅小浣熊水壺卡。而水壺卡嘅誕生唔可以唔提到佢嘅死對頭康師傅嘅小虎隊乾脆麵。從9年開始，佢哋兩個為咗吸引啲學生哥，就喺1蚊雞一包嘅乾脆麵入面係咁塞啲贈品。你塞個旋風卡，我塞個龍捲標啊！你塞個神奇活現卡，我塞個百變天書卡啊！直到98年，小虎隊捉住咗法國世界盃嘅熱潮，推出咗38款嘅限量球星卡。小浣熊今鋪被打到一鋪一碌。佢哋當時日日開會，目標只有一個，做低康師傅，做低小虎隊。就喺呢個時候，佢哋突然醒起，民國時期嘅香煙一早就試過送公仔紙嚟促銷啦。畫面包括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水壺傳》等等嘅知名 IP。而當時央視熱播緊嘅電視劇，正正就係《水壺傳》。所以佢哋嘅順應天意，就唔信我108個好漢砌唔低你38粒球星。於是佢哋就結合日漫嘅畫風，背後加埋簡介、點數同埋必殺技，6張咁分批推出。佢哋諗住今次肯定會爆，但係冇諗到會咁 Q 爆。一經推出，直接帶起咗全中國細路嘅集卡熱潮。當時大家一放學就直衝小賣部，咪喺度抽卡，就喺度換卡或者拍卡。而小浣熊當時嘅月銷量亦一度飆升到400萬箱，比之前提升咗差唔多8倍有多。緊接落嚟，佢哋更食住個勢，直接喺同樣屬於統一集團，不過只賣5毫紙一包嘅小當家乾脆麵入面，塞入細版嘅水壺卡。兩兄弟攜手佔領咗乾脆麵市場嘅半邊江山。而聽講統一集團更以佢哋兩個嘅利潤直接起咗2棟新樓啊！但係就喺呢個時候，有媒體發現好多學生拎出水壺卡後就直接抌咗包乾脆麵，於是就開始發佈一系列浪費糧食、攀比上癮、歪曲水壺傳等等嘅負面新聞。冇辦法，統一集團唯有及時斬纜，所以臨尾1個月講出嚟嘅差唔多30個英雄，畫風水準就非常之參差啦。令人驚訝嘅係呢套彷彿貫穿我哋童年嘅水壺卡，原來從誕生到執笠先至1年幾嘅時間。後嚟風波平息後，佢哋嘗試推出《三國》、《封神榜》等等嘅 IP 卡，但係熱潮退去，風光不再啦。喂，小虎隊呢？佢哋當然都冇執輸啦，跟住出咗《天龍八部》、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笑傲江湖》等等嘅知名 IP 卡，但係冇一個打得過。去到2002年，更被康師傅直接放棄咗，退出乾脆麵市場，專注賣蛋卷啦。之後嘅一段時間，佢哋避免過度促銷，亦冇再喺乾脆麵入面塞過贈品啦。點知就喺幾年後，小賣部入面突然又出現咗一批塞入水壺卡嘅乾脆麵喎。不過唔係統一，唔係康師傅，而係畫風旗下嘅魔法師。後嚟更一度爬升到乾脆麵嘅1哥。去到2025年，為咗彌補重畫當年趕工出嚟嘅遺憾，小浣熊水壺卡25週年亦眾籌咗接近600萬啊，成功推出咗復刻版。而舊版嘅身價亦跟住水漲船高啊，就好似開頭嘅一將青滬三娘。話是李海生當時參考嘅形象，其實就係香港明星藍潔瑛，主要係因為佢出產自湖北印刷廠特別深色嘅一批閃卡，好睇得嚟咧，數量又非常之少喎，所以一度被炒到超過40萬啊！當然呢個數字睇下就算啦。不過有個 friend 前排手頭緊啊，真係賣出咗當年集齊咗嘅1套閃卡，但係保存嘅品相咧就差咗啲啦，而且係出自更為量產嘅東北印刷廠，所以最後只賣得1萬蚊。咁你當年收集過嘅水壺卡，俾你老母抌咗未呢？不過老實講，相比水壺卡，我更中意嘅真係嗰塊乾脆麵，特別係 BBQ 烤肉味。小浣熊的乾脆麵又出了新口味，BBQ就是烤肉味，烤肉味就是BBQ，統一小浣熊乾脆麵。